莲湾山大士以及临津果丹尊者等许多大师，曾经受记即墨弄为一处藏有圣者血脉的世外桃源。古时候，侍奉藏王的大臣图米桑布扎的后裔跑往角墨，受到天神的受记后，在此隐秘之地建桥开垦，安居乐业下来后，至今人们在手持祖传下来的十善法以及16人伦道德准则。在此隐秘的世外桃源，莲花山大士以及米尔日巴尊者等许多大师曾经莅临加持，特别是罗扎大福上师咕噜丘旺长期住在此寺弘法立身，并建设正土，形成了阿旺 Ark 的历史美名。古时候，尼泊尔国王给予阔嘎这个地名，称为达哇巴扎的这个美名。尼泊尔以及西藏各政府以及宫廷颁发了很多的章子以及证书，因此历代的咕噜琼旺大师的后裔都受到等此的礼遇，直接的或间接的用了佛法护持了宗地的百姓。如今，宗地的人们正在欢喜的庆祝这50节以来所累积的暂时的以及就近的资粮的殊胜道场，而建成了这么美好的圣地。这都是归于我们的恩师尊贵的堪谦创古仁波切大慈大悲的加持，以及大福藏师咕噜琼旺的传承，董色父王喇嘛贝玛喇宪仁波切的无上发心，以及现任的法台董色喇嘛巴桑喷送仁波切在此负责并协同敦色达瓦扎西执行具体工程的结果。这一切也离不开各位功德主们的慷慨赞助，以及本地老少居民的齐心协力的帮助。我们要把这一巨大的善根资粮回向于一切如母有情的众生，成就菩提。祈愿消除所有的饥荒、疾病、战争以及灾难。祈愿一切众生幸福美满，离苦得乐。祈愿借助三宝以及缘起宝真实不虚的法力，一切愿望如愿以偿。持有曲王后裔喇嘛之名者，敦色喇嘛佩玛仓旺于藏历8月8日，公历2019年10月6号所撰写。愿一切吉祥，扎西德勒。